你喺街度行下，忽然間前面個人個銀包掉咗喺地，裏面仲露出幾張赤紅嘅500蚊大牛，你係咪會好心嗌住佢，甚至上前幫手執返起？我同你講，如果你真係伸出手去執，咁你就好可能已經一腳踏入咗一個專門針對香港人，特別係老人家嘅極度邪惡騙局。呢幾個月喺旺角、深水埗、觀塘同埋灣仔呢啲人多擠迫嘅舊區，出現咗一種全新變種嘅掉銀包碰瓷黨。好多好心嘅街坊，明明只係出街買個客或者去藥房買盒藥，見到地上有個銀包或者幾百蚊紙，點知一伸出手，本來想做件好事，結果眨下眼就被幾個人圍住，話佢偷咗銀包裏面嘅幾千蚊現金，甚至話佢用假鈔換走咗真鈔。最後明明自己一分錢都冇拿過，反而要賠返幾千甚至上萬蚊出嚟先至走得身。今日呢集內容，我會用最真實嘅案例，幫大家徹底拆解呢個新型掉錢包陷阱嘅運作內幕、藥房周圍嘅特別套路、最容易中伏嘅幾類人，同埋教大家5個極之關鍵嘅識別特徵。最後仲會分享幾個實用嘅生活黑客防身術。呢篇內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認真聽完。聽完之後記得即刻分享俾家老人家或者親朋好友，因為呢種犯罪集團最中意揀善良同怕事嘅人嚟下手，做一日了解就少一個人受害。我哋先嚟睇一個最近喺2026年頭發生的真實個案。喺觀塘區住嘅陳伯，今年已經70零歲，平日個人好踏實，每日早晨都會去公園散步，然後去附近舊區嘅藥房買啲日常用品或者湯料。當日大概喺朝早10點左右，陳伯行經一條人流幾多嘅巷仔，前面有個穿着普通嘅中年男人，行下，忽然間喺後褲袋掉咗個黑色的摺疊銀包落街，銀包開咗少許，隱約睇到裏面有一疊500蚊紙同埋幾張卡。陳伯好心，即刻停低腳步，口中嗌住：喂，阿哥，你掉咗銀包呀？同時順手彎腰去執起個銀包，想遞返俾嗰位男人。點知就在呢一秒鐘，旁邊忽然間衝咗另一個着灰色衫嘅男人過來，好熱情咁伸手搶先握住陳伯嘅手，話：哇，阿伯，你執到銀包呀？裏面好似有好多錢可，不如我哋分咗佢啦。陳伯一聽即刻覺得唔妥，連忙話：唔好咁樣，係前面個阿哥掉嘅，我要交返俾佢。但係戲碼就喺呢度正式爆發。前面嗰個掉銀包嘅男人忽然間轉過身，行過嚟，一眼見到陳伯手上面嘅銀包，即刻露出非常憤怒嘅表情，一把奪過個銀包，打開一數，跟住大聲大喊：唔對落局！我個銀包裏面本來有8張500蚊紙，總共4000蚊，點解依家只得1500蚊？仲有2500蚊去咗邊？肯定係你哋兩個剛才執起嗰陣私吞咗。陳伯當時成個人嚇到愣住，連忙澄清話自己只係剛從地上面執起，連銀包裏面有幾多錢都冇睇過，更冇拿過1分錢。但係嗰個灰衫同黨就喺旁邊開始唱雙簧，裝模作樣咁話：我冇拿呀，我剛才見到係呢個阿伯第一個伸手執嘅，會唔會係佢放咗落自己個口袋呀？呢個時候掉銀包嘅男人就開始步步進逼，直接上前扯住陳伯嘅外套，話：阿伯，睇你平時老老實實，點知你咁多手？我呢啲係等埋去藥房買救命藥嘅錢嚟啫，你依家即刻拎你個銀包出嚟俾我檢查。如果你冇拿，你怕咩啊？陳伯當時70幾歲，喺街頭被2個40多歲嘅壯年男人一左一右圍住，周圍又開始有路人圍觀，佢成個人心慌意亂，手足無措。為了證明自己嘅清白，陳伯竟然聽咗對方嘅話，真係由自己個袋裏面拎咗自己個銀包出嚟，打開俾對方睇。結果對方一手搶過陳伯個銀包，喺裏面亂偷一通，跟住指住陳伯自己嗰幾張1000蚊港紙，大聲吆喝話：呢度咪係我失竊嘅2500蚊，你仲話你冇拿？走，我哋去警察局。陳伯一聽要鬧上警署，心裏面更加害怕，因為老人家最怕官非，最怕麻煩，更加怕被警察查問或者被鄰居見到，以為佢做咗壞事。呢個時候，灰衫同黨就扮演好人角色，拉住掉銀包嘅男人話：哎呀，阿哥，算啦，阿伯年紀咁大，可能一時貪心或者糊塗啫。去到警署手續好繁瑣，不如叫佢賠返2500蚊俾你，再額外俾少少車馬費補償。呢件事就咁算了啦，大家都慳返時間嘛。掉銀包嗰個男人就裝作好勉強咁答應，仲不斷威脅話：如果唔即刻賠錢，就即刻打999，叫警察嚟鎖佢。仲要公開佢個名。陳伯喺極度恐懼、焦慮同埋羞恥嘅心理壓力之下，腦袋一片空白，最後竟然將自己身上僅有嘅3000蚊現金全數交咗俾對方。對方拿咗錢之後，跟住同黨2個人迅速轉身，消失喺巷仔盡頭。等陳伯回過神來，去到附近熟悉嘅警署報案嗰陣，警員一聽描述就知呢個係典型嘅新型掉銀包碰瓷詐騙。
陳伯不單止冇做到好事，反而白白損失咗3000蚊積蓄，仲受咗好大嘅精神打擊，返到屋企幾日都食唔落飯。其實呢種掉銀包或者掉錢嘅騙局，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但係點解嚟到2020幾年嘅今日，佢哋依然能夠喺香港屢屢得手，甚至衍生出各種針對唔同場景嘅全新變種？原因就在於犯罪集團非常精明咁利用咗心理學上嘅人性弱點，特別係針對香港人嘅生活習慣同學校從小教導嘅傳統美德。傳統嘅掉錢騙局好多時係利用人性嘅貪念，例如掉一疊錢喺你面前，同黨過嚟話我哋平分咗佢啦，跟住拉你去角落，最後用各種借口騙走你身上嘅真錢。但係今時今日，襲港嘅新型掉銀包碰瓷黨，佢哋嘅本質已經完全改變。佢哋利用嘅唔再係你嘅貪念，而係利用你嘅善良、好心、怕事同埋對權威與警察嘅恐懼。大家想想，當你喺街度見到有人掉咗銀包，你第一反應通常係覺得對方好慘、好心急，你出於好意去提醒或者幫手執，呢個係最純潔嘅善意。騙子就係準確抓住了你呢種善良嘅心理，將你誘騙入佢哋預先設定好嘅圈套裏面。當你一接觸到那個銀包，或者只要你嘅手指碰到了那個銀包，你就已經變成了佢哋劇本裏面嘅嫌疑人。佢哋會利用多個人分工合作，喺短時間內創造出一種極度混亂、緊張同埋具有壓迫感嘅氣氛。喺呢種環境之下，普通人特別係反應比較慢少少嘅長者，思緒會瞬間陷入癱瘓狀態，失去了理性思考同判斷嘅能力，只能夠被對方一步一步牽着鼻子走。特別係喺香港藥房門口同埋舊區嘅街市，係呢種詐騙案嘅極高危發生地區。大家如果平時有留意，香港嘅傳統藥房或者藥材鋪門口經常擺滿咗各種補品、海味或者中藥材，人流非常密集，而且走廊比較窄。老人家去藥房買藥或者買海味嗰陣，往往注意力都集中喺揀選貨品或者同店員溝通上，身上亦都會習慣帶定比較多嘅現金，因為有啲舊式藥房買貴價藥材只收現金，或者老人家唔習慣用電子支付。詐騙集團就係看準咗呢一點，專門派同黨喺藥房附近踩點同埋蹲守。佢哋喺藥房周圍嘅套路通常非常狡猾。例如，當一個老人家喺藥房買完藥，手拎住藥袋走出門口嗰陣，詐騙集團嘅成員會故意喺老人家腳邊掉落一個銀包或者幾張散落嘅鈔票。老人家眼光一落喺地上，騙子就會喺旁邊大聲提醒：阿伯，你睇下係咪你掉咗錢呀？老人家出於本能會彎腰去睇或者去執，甚至以為係自己啱啱買藥嗰陣由口袋掉出來嘅現金。當老人家一拿起張錢或者銀包，掉錢嘅主謀就會即刻衝過嚟，大聲指控老人家搶錢或者偷錢，話嗰啲係佢剛才喺藥房買貴價人參或者燕窩嘅找換錢。更邪惡嘅係，有啲團伙仲會同某些不法或者不良嘅違規藥方進行間接嘅配合，或者利用藥房嘅環境。例如喺藥房門口發生爭執嗰陣，騙子會刻意將事情鬧大，吸引藥房店員同路人圍觀，然後喺眾目睽睽之下施加道德綁架，大聲喊：大家睇下呢個阿伯喺藥房門口偷我錢呀！連老人家都咁不誠實。老人家在公眾場所最講求尊嚴同面子，突然間被冠上小偷嘅罪名，周圍仲有咁多街坊睇住，心理防線會喺一瞬間徹底崩潰。為了盡快息事寧人，保護自己嘅聲譽，老人家往往寧願掏出自己身上嘅幾千蚊現金私下解決，都唔敢同對方硬碰硬。騙子就係利用咗老人家怕丟臉、怕鬧上警署、怕家人擔心嘅脆弱心理，一次又一次成功勒索得手。除了藥房周圍，呢種碰瓷黨仲有好多唔同嘅變種形式，大家一定要留意以下呢幾種常見嘅街頭演變，了解佢哋嘅底層邏輯。第一種演變係假鈔替換法。騙子掉喺地面嘅銀包裏面放嘅其實係幾張仿真度高嘅假鈔或者玩具鈔票。當你幫手執起交返俾佢嗰陣，佢會當面打開銀包，跟住非常專業咁檢查張鈔票，然後大聲指責你：我原本放喺裏面嘅係真嘅500蚊，點解依家變咗假鈔？係咪你啱啱用手摸嗰陣，用你身上嘅假鈔換走咗我嘅真鈔？佢哋會要求檢查你嘅銀包，甚至喺檢查過程中，利用極其熟練嘅偷梁換柱手法，將你銀包裏面真正嘅港幣現金暗中偷走，或者換成假鈔，等你自己返到屋企先至發現，上當受騙。第二種演變係掉錢分贓法，呢種方法雖然比較老套，但至今依然有老人家中伏。騙子會喺老人家面前掉下一大包現金，同黨會即刻過嚟撿起，然後拉老人家去旁邊嘅巷仔，話：阿伯，見者有份，我哋各剩嘅地方分咗佢。
喺分錢嘅過程中，調錢嘅主謀會追過嚟問你有冇見到我個包錢，同黨會極力否認。等主謀走咗之後，同黨會對老人家話，主謀可能仲喺附近搜查，我哋現在拎住呢包錢好危險，不如咁啦，你將你身上嘅金戒指或者幾千蚊現金留低俾我做抵押，呢包幾萬蚊嘅現金你先拿返屋企，過2日我哋再約出來平分。老人家以為自己撿到了大便宜，拿住包裹返到屋企，打開一睇，先至發現裏面全部係廢紙，而自己嘅貴重物品同現金早已落入騙子手中。第3種演變係強行索償法，騙子掉落嘅銀包裏面，故意放一些看起來非常昂貴，但實際上係廉價複製品嘅物件，例如號稱係祖傳玉佩、名貴手錶或者高科技電子芯片。當你伸手去執或者腳步唔小心踩到個銀包嗰陣，騙子會立刻衝出來，指控你踩碎咗佢價值幾萬蚊嘅名貴玉佩，或者摔壞咗佢嘅手錶，要求你即場賠償幾千蚊。如果唔賠，佢哋就會威脅要對你動武或者通報警察。大家聽完呢啲案例，係咪覺得呢啲騙子簡直係無所不用其極？佢哋專門利用社會嘅善意，將街頭嘅互助變成咗犯罪嘅土壤。咁樣，作為普通市民，特別係屋企有長者嘅家庭，我哋到底應該點樣去識別同預防呢啲陷阱呢？經過同警方防騙資料嘅梳理，以及多個真實個案嘅分析，我總結咗新型掉錢包碰瓷黨嘅5大核心特徵。大家一定要牢記呢5個特徵，只要喺街頭遇到其中任何一個，都要立刻提高100倍嘅警覺。特徵1：掉落嘅方式極度不自然，地點選擇有講究。正常人掉銀包通常係喺拎物品、掏口袋或者落車嘅一瞬間。而且銀包掉落嘅聲音同軌跡係無意識嘅，但係騙子掉銀包往往係喺你前方1至2米嘅範圍內，軌跡非常順手，甚至係故意滑或者甩落嚟。更重要的是，掉落嘅位置往往係喺監視器嘅死角、狹窄嘅巷仔、藥房門口嘅混亂區域，或者係沒有路人停步嘅轉角位。而且你個銀包往往會故意露出幾張鮮豔嘅鈔票，目的係要在第一時間吸引你嘅眼球。特徵2：身邊會瞬間出現過分熱情嘅目擊者或者協調人。喺正常情況下，路人見到有人掉銀包，最多係口頭提醒一句，好少會即刻衝過嚟同你一齊伸手去執。但係喺碰瓷詐騙裏面，只要你眼睛一睇到個銀包，或者身體有一絲猶豫，旁邊就會咁啱得咁巧出現一個熱心嘅路人，其實係騙子同黨。呢個同黨會非常主動咁拉住你，或者大聲挑動你嘅情緒，例如話，哇，好大包錢土，或者阿伯，快啲執起佢，交返俾人。佢哋嘅作用係要喺第一時間鎖定你，阻止你離開現場，並為接下來嘅唱雙簧奠定基礎。特徵3：時間極度緊湊，完全唔俾你理性思考同冷靜嘅空間。由銀包掉落到同黨出現，再到主謀轉身追討，整個過程往往喺短短30秒至1分鐘之內完成。騙子集團非常懂得心理控制，佢哋會用極之快速嘅語速、高分貝嘅音量同埋誇張嘅肢體語言嚟製造一種混亂同緊張嘅局勢。佢哋會不斷喺你耳邊大喊大叫，故意打斷你嘅思考，讓你嘅大腦處於超載狀態。當人喺極度混亂同焦慮嘅情況下，往往會做出極度不理性嘅決定，例如言聽計從咁逃出自己嘅銀包。特徵4：極力避免警察真正到場，提出私下解決或者私揀。雖然騙子喺口頭上會不斷威脅話我要打999鎖你，或者我哋去警署，但如果你觀察佢哋嘅實際行動，佢哋會盡一切努力阻止你真正撥打警方的電話。當你拿出手機話要打999嗰陣，佢哋會試圖搶你手機，或者同黨會即刻跳出來做和事佬，話哎呀去警署好麻煩，又要落口供，又要坐幾小時，不如你賠少少錢，私下解決算啦。記住，真正的受害者係希望警察到場主持公道嘅，只有心虛嘅騙子先至會急於喺現場實時拿取現金離去。特徵5：強制要求檢查你嘅私人物品或者銀包，騙子會以證明清白為由，道德綁架你，要求你打開自己嘅銀包或者袋俾佢哋睇。呢個係非常具有標誌性嘅特徵。喺香港法律裏面，除了獲授權嘅執法人員，喺法定情況下，任何普通市民都完全沒有權力搜查另一個市民嘅銀包或者私人物品。騙子提出呢個要求，一來係為了探明你身上到底有幾多現金，二來係為了尋找機會上手偷換你嘅錢財。了解咗呢5個特徵之後，我哋再嚟講講最核心嘅部分。如果我哋喺街頭不幸遇到了呢啲情況，或者我哋嘅父母、老人家遇到咗，到底應該點樣應對？呢度我要分享幾個極之實用、能夠立竿見影嘅生活黑客防騙金剛罩。
第一個金剛罩，亦係最簡單、最無敵嘅黃金法則，絕對唔好掂，絕對唔好執。記住一句話，唔係自己嘅嘢，千萬唔好伸手。無論地上掉嘅係一個裝滿現金嘅金包，一張1000蚊大牛，還係一部最新型號嘅手機，只要唔係你掉嘅，你都唔好用手去觸碰它。如果你真係好心想幫失主，最正確同埋最安全嘅做法係站在原地，用口大聲喊：前面嗰位先生、小姐，你掉咗嘢。但你自己嘅手同腳絕對唔好靠近那個物件。如果失主轉身拿走，咁就最好。如果失主已經走遠，你完全可以不予理會，或者直接打電話通知附近的警察或者商場保安過嚟處理。只要你嘅手指沒有接觸到那個物件，騙子就完全沒有任何借口同證據將偷竊或者毀壞嘅罪名扣喺你頭上。第二個金剛罩，如果已經唔小心執咗或者被圍住，即刻啟動3不1即機制。如果你一時好心，已經把銀包執咗喺手上面，而騙子已經衝過來圍住你，呢個時候你一定要保持極度嘅冷靜，牢記3不1即。第一，不交出任何私人物品，絕對唔好掏出你自己的銀包、身份證或者手機俾對方睇或者檢查。你越係掏出來證明自己，就越係給予對方搶奪同偷換嘅機會。第二，不私下賠償，無論對方講得幾咁煞有介事，哪怕對方哭天搶地話嗰啲係救命錢，喺警察到達同調查清楚之前，絕對唔好掏出任何1分錢賠俾對方。第三，不離開公開場所，千萬唔好跟隨對方去任何偏僻嘅巷仔、樓梯轉角或者私人空間，一定要站在人流密集、有商鋪、有監視器嘅大馬路上。有監視器嘅地方，就是你最好的清白證人。一即就是即刻由你自己親自撥打999報警，記住一定要由你自己拿手機出嚟打999，千萬唔好聽信對方話我嚟打，或者聽信同黨嘅勸解。當你高調拿出手機，大聲向警方報案中心講出你所在嘅位置，並講明我喺街頭懷疑遇到碰瓷詐騙，有人圍住我勒索。騙子聽到你咁鎮定同專業地報警，9成9會喺警察趕到之前落荒而逃。因為佢哋最害怕嘅就是警察到場查驗佢哋嘅身份同調取周圍嘅路眼監視器錄像。第三個金剛罩，特別針對老人家嘅家庭防騙心理學。我哋作為子女或者年輕一代，光係自己知道呢啲防騙知識係不夠嘅，我哋必須要將呢啲信息傳遞俾屋企嘅長者。但係喺傳遞嘅過程裏面，溝通技巧非常重要。好多年輕人回家一見到父母，就用一種訓斥嘅口吻話：你哋平時唔好咁貪心呀，街上嘅嘢唔好亂執呀，好容易中伏呀。這種講法非常傷老人家的自尊心，老人家聽咗會非常反感，甚至會反駁話：我邊有貪心，我係好心幫人咋。正確嘅溝通方式係要肯定長者嘅善良，同時揭露騙子的惡劣。你可以咁樣同父母講：爸爸媽媽，我知道你哋平時好心，喺街見到人哋掉咗嘢會想幫手，但係依家社會上有批極之壞嘅騙子犯罪集團，佢哋專門利用你哋這種好心嚟設局陷害老人家。佢哋故意把銀包掉喺地上，只要你一伸手幫忙，佢哋就會誣陷你偷錢，勒索你幾千蚊。為了不讓呢啲壞人嘅陰謀得逞，以後你哋喺街上見到任何掉落嘅銀包或者現金，千萬唔好伸手去執。你哋如果想幫手，用嘴巴嗌一句就行了，或者直接叫警察，咁樣既可以保護好你自己，又唔會俾壞人有機可乘。用這種我們一起對抗外面的壞人嘅角度去溝通，老人家會更容易聽得入耳，亦都會更加願意配合同記住呢啲防騙原則。另外，我哋仲要教老人家一個非常實用嘅生活黑客小技巧，就是喺手機裏面設置快速撥號或者快捷求助鍵，例如將防騙易18222熱線同埋999報警電話設置喺手機嘅首頁或者快捷鍵上。香港警務處反詐騙協調中心設有24小時嘅防騙易18222熱線，這條熱線非常實用，裏面有專業嘅警務人員提供實時嘅防騙諮詢同支援。如果老人家喺街上遇到任何覺得可疑、被威脅或者不確定嘅情況，只要按下這個電話打過去，警察就會喺電話裏面直接指導佢點樣處理。這等於係隨身帶咗一個專業嘅警察顧問。最後，我想同大家講講，騙子嘅手段雖然層出不窮，由傳統嘅街頭祈福黨、保密黨，到後來的電話詐騙、網上投資詐騙，再到今天這種變種嘅掉銀包、碰瓷黨。佢哋嘅包裝同套路雖然喺度不斷改變，但係佢哋嘅核心邏輯永遠都離不開利用恐懼、利用貪婪、利用善良。香港係一個高度法治同講求秩序嘅社會，警務處同各大執法部門亦一直在全力打擊呢啲街頭罪案。
但係最堅固嘅防線，永遠係我哋市民自己嘅防範意識同埋鄰里之間嘅互助關懷。當我哋喺街頭行街，如果見到有老人家被幾個陌生人圍住，老人家面露難色或者極度恐懼嗰陣，我哋作為年輕一代或者清醒嘅路人，喺確保自己安全嘅前提下，亦應該主動走上前去問一句：阿伯、阿婆，發生咗咩事啊？需要幫手打999報警嗎？有時候，路人一句正氣凜然嘅問候同警惕嘅目光，就足以嚇退呢啲做賊心虛嘅碰瓷團伙，挽救一個老人家幾個月甚至幾年嘅積蓄，更加挽救咗一個家庭嘅安寧。希望今日呢集內容能夠切切實實咁幫到大家，讓大家喺面對呢啲新型街頭詐騙嗰陣，能夠看清真相，冷靜應對，不再上當受騙。大家聽完之後，如果覺得有幫助，記得幫忙按讚、訂閱，同埋最重要嘅係將啲內容轉發俾你身邊嘅每一個群組、每一位長者同親朋好友，讓更多嘅香港人提高警惕，一齊築起最堅固嘅防騙屏障，讓呢啲惡劣嘅碰瓷黨喺香港無處容身。謝謝大家。